2024总统和立委选举伫明年1月份就要登票，即马为着要防止境外势力来影响咱的选举，法务部即马是修正鼓励检举贿选的要点，检举的奖金上悬有2000万，若检举选举的搅盘上悬是赏500万的奖金。行政长陈建仁即马是指示相关单位，爱互民众一场公平、佮清气的选举。依早伫中国担任中沙大业会长的大商林怀，用中国资金退2020年竞选总统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邮票，今年7月用判刑3年2个月确定，检方历历传唤林怀到案执行发家。大陆这个政府的钱是给我们台商协会的，而这笔钱跟选举是没有关系，司法不公啦。司法不公啦！我觉得这个冤案。另外，报道前法院咯，讲钱是中国大商协会和选举无关，感觉案件是误会，会申请司法救济。为了阻挡境外势力影响选举，法务部修正鼓励检举贿选要点，针对境外势力选举赌盘2种妨害选举犯罪态样，其中检举境外势力介入选举，上悬奖金2000万。如果检举境外势力介入选举，我们的奖金最高可以达到2000万，还有选举赌盘的检举奖金最高也有500万。选举查工作相当的繁重，必须有效的部署，迅速的反应，全力达成维护公正选举的任务，给我们国人一场公正、干净、平顺的选举。最高检今年7月已经成立选举查册贿选和暴力督导小组。各地检同时成立执行小组，宣告选举查册活动正式展开。内政部长林佑昌讲，阻止不法境外资金流入国内选举是重点工作。清quyền影音嘛是另外一个挑战，要快速回应，守护国内民主制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